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嘛，传来好消息，因为经济部已经证实 ，AMD 将伫台南设立研发据点，并且甲在地大学业者合作，扩大 AI 产业的研发效益。对此，市长委托议会接受访问嘛，宣布这项市府团队用台南优势所争取的投资招商已经顺利定案。针对美国科技业大擘巨擘 AMD 决定来台湾设置研发中心，那选择在台南跟高雄，我们表达高度的认可跟欢迎。那地方政府应该做的这个协助配合事项，我们也会全力来做。那基本上选择在高雄的亚湾，跟台南的这个沙仑，尤其是沙仑，大家可以知道，沙仑是我们本来的智慧绿能科技园区，所以说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非常适当。从交通、从生活机能、从这个研究的聚落效应，其实坦白讲都是上之选。那我想这个部分，AMD 它有自己的一个商业以及它自己的研发的考量。那地方政府很高兴它选择了台湾，选择了台南。那台南一定会全力来协助配合，希望能够早日完成设置研发中心以及人员进驻的工作。AMD 投资台南议案，嘛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伫台南沙仑设立全台湾第一处 AI 产业专区以后的重要进展，希望用稳定的水电、绿电的基础，加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人才培育，为台湾创造后一波的经济奇迹。今日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